16，去年17，今年已是18。他是我3门左右一枝大水，金盆托插一朵花，这样雨后洒不下，害得他自己无语好不家。燕子哎，快将皂把挂出来，为母要出征去喽。莫非就在这里？这正是大破天爷父名字，得来简不费功夫也。像是弟弟回来了。弟弟。不知公子因我强吻，请问姑娘，此处可是楼下营吗？真是。那你家可是姓卞？不错。这就是了。不知卞先生可在家中？我弟弟方才出门去了，不知公子。特来请卞先生前去辞别。况他文质彬彬，难道他家也养女不成？请问公子，你家是王女生病，还是谁女生病？姑娘哪里话来？是我姑母生病。啊，你姑母？真是我姑母啊！这倒奇了，我姑母生病有什么好笑的呢？公子，我弟弟也不来的。
你弟弟不是郎中吗？啊，那上面出了一个事。公子，请看。牛衣别语，啊呀呀呀呀！是嘞，你弟弟是个牛衣了，真是。这个小生鲁莽，小生告辞了。哎，公子，你邀请的那个郎中扁先生，他不是在这边？那公子啊，眼上印象公子，一条小红个仙女，花和尚小桥，最后三家大门。早晚一对花分香，能贤良做娘儿，在那边世上第一片为臣。多谢姑娘，小生关心才心。他竟是这样，燕子，燕子，啊，原来是春兰嫂嫂，你来做甚？喏，你许愿上的花样，请你许好啦。啊，许的真好看，真好看，真是好看呐！是呀，好看得很哟。啊，你在说什么？你看什么？我看的是他呀，只怕不是。喏，你看的是他。哎呀，春兰嫂，燕子啊，你我情同情家妹，世事万物为花来，你心来他与你一情儿孙啊，快明白呀！那须才名叫我去生，思想门第横财你儿生，郎才女貌真相曾来我愿意从中助他呀妹。我不要，我不要。你且放心，虽说我王春兰是个年轻寡妇，不便出面设媒，但是我那表兄所见与那我去生乃是同窗好友，我可托他先去的。哎呀，翠。宋家生在四句，功名利禄不惧，嬉笑怒骂皆闻。
去了相思醉，是怎么多情女子天下丧我这个月下老人一出马，管教他了恰相思计乱情。东找西找找不到，原来他到这边渡口来了。爷爹，求说爷爹。原来是苏杰兄，你到哪里去了？我认得你好苦啊！今天4月初六是我姑母60大岁，我是去拜寿的。拜寿拜寿，花样造句，先客相对，而且老句，有什么意思？爷爹，你不必去了，有一张妖精的大喜事等着你呢。哪里来的大喜事啊？爷爹，你瞒着我做的好事。那姑娘芳名叫燕子，有一类她有我本想托媒做月老，只因你不上为我是难成，不料想那燕子为你生气比你那娘今世次多情意我与你情同三种亲兄弟，因此为你心不宁。弟妹失亲谁不苦？恰有个两全之计告你听，也听你月上楼上黄昏团放燕子定营众生。君子不为非礼之事，这夜间思维，断断不可，断断不可。什么君子不为非礼之事？生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这药方实话告诉你，我表妹已经压定燕子，今夜等你了。你呀，我把你好友一比，比作什么？我便逍阳了，潇洒有风了，仔细看一看，没得。哎呀，死了！苏吉兄他平时最爱开玩笑，莫非他今生又来捉弄于我？苏吉兄，你休要哄骗于我了，我可不信有这等事。告辞，告辞。
相信起来了。哎，夜里慢走，夜里慢走。
郎君。啊，有呀有。我所见风花雪天能动，从未见共相思的，但不知这相思病儿怎样生？哎，我不悄悄进去看个明白，明日里再与秋霜，心开呀心。你说人，莫非是我公子？那一子姑娘来了，当中我去来了，不，我避开门，你不能进来，你不能进小来。生不管进来。那一子姑娘竟把我当做我秋收，我不人身退走，就去打话，设法讨个名声来，到那时看你我秋顺心事不行。我公子，请说。小生高手。哎，这样的座位我倒从来没有坐过啊！我公子，你来此做甚？姑娘，自从那日相见之后，小生朝思暮想，杂万不兴。听说姑娘近来肉体不安，心中甚是不宁，带来探望，外望姑娘要保重了。我来。我梦里深夜同饮到此来，言辞断记在心内。既算你对我一阵情相会，事到如今不同
那修业便甚好。须他几则虚话言，尚需莲花比曾与我才什么通天雨，当铺开了个城里头，城东开盘观彩电，城西开家四字楼，吃个与这个愁，四个房子在哪里？不来穿，个爹娘也是财神菩萨，同坐对欠债欠得个没头劲，假使怕他个十个句，剩下一盘上无天。关门个那家在俺心头。塔里雨，十度发扬，十度发吹，莫大声举称少呀，三句就来是个旁女，多少理想唱京城。东雨雨个西堂堂，雨堂堂个堂堂雨，雨堂堂堂堂雨。雨怕吹，青山木宽中花木望尘埃，也是不应来下世。今日里所见故层层去。隔壁个老太婆请我200包鱼年冬天还不出来，我就将伊头上的人差拔来地扎。与人差，我定将春来归呀，哎呀归呀，哎呀归呀归呀归到死。门是我所见呀。原来
来是表兄。多谢姐姐开门，毛大这厢与礼了。你来做甚？我看你一个人朗朗清清，我特来陪伴你呀。快快出去！哎，何必假作正经？你对侬所见表兄有情，岂该对我毛大与你呀？真是无赖！那，好姐姐，那跟你一样好宝贝，那好宝贝，好宝贝，好宝贝。娘杀我！你杀！你杀！哎，我真杀得杀你哟！好姐姐，见侬一样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啊，原来是买蓬头人茶，我是香港朋友的呢。我可不喜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说这样，翠，快滚，快滚！怎么，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来了吗？真是表兄。表兄笑什么？莫非是拿我去生真的到燕子家里去了？非也非也，那我求孙他不相信，他不肯去。那便是好是好，叫人家燕子等去了，这是真结出病来。表妹你且放心，表兄我好有一比。比什么？好比俏郎中专治相思病，上问用何药冒名啊？你去冒名？是啊，那胭脂姑娘实在多情，为歌唱的来修业一桩。你说有趣不有趣？你呀，真是没规没矩，专做这些荒唐事情，才使我屈生起了你心。看你怎样说得清楚呀？这我倒没有想到啊。徐爷你修业，修业不见了啊！修业。一张虚言。
哪里？哦，那便是厢房，想必胭脂姑娘停在这里。胭脂姑娘，胭脂姑娘，胭脂姑娘，小生我秋生在此，no，送来许下一张。胭脂姑娘，你是谁？啊，我是我秋生啊！住手！啊，住手！放水！放水！我要你的做主！做主啊！好了，昨夜三更胭脂字母匾上被人杀害了。今日这等事，更要命的是，那匾上谁中还拿着修爷一张。修爷，莫非就是你对手的那一张？他真是那一张。哎呀，那良辰之愿怎奈昏过？今天此修爷将我秋生却当成糟了。这便是何时好啊？先帮我引出张。冒昧却来胭脂修爷，如今酿成此大恶，大恶也罢，待我到官府出审，实请修爷之。哎呀，表兄，想到了正原是此无度，你这讲出修爷之事，你所要望到你的身上，这时候是的。这个好有一比呀！哎呀，你们比什么？快想办法要紧！我看来，你还是联络众位同窗好友，写过联名状纸，告到知府衙门，举证我去审这座逃离，表妹他在去。哎。可可笑，可在把城。
了人我生杀人案，看是何问理不明，分明是错打陈昭公，难怪那秀才联名告不平。乡下怪少年不为红夫子，车真理子与用心，此经出到东厂府，我定要朝夕佛本朝夕死清明啊！他是了此志愿张红，你在万象得很，还他进来自父与我是同年，称兄道弟好几年。才知他的国语好，我便地来，他便天。唉，了人只愿张红姐姐，哦，张年兄久违了，久违了，张年兄请坐。谢酬。他人说的一官盛饭，均已带来了。年兄请示立案，辛苦了。哪里哪里？这桩案子下官只身一趟，与母辛苦啊！哦，只身一趟，真是好他才。多梦也啊！大人夸奖，区区小案，或者瓜子，生命关天，真是区区小案。哦，真是一桩生命大案，生命大案呐！年兄多恩之后，可知百姓无言不服？哎，下官平理断案，岂有不法之理呀？辽政院数十名秀才联名上高到本府，力切困难。啊，岂有此理！真是一派胡言！大人千万不可轻信啊！年兄休要教操。一我之间将胭脂墨取身带走之后当，你我二人再细问一番，你看是何？何必多此一举？童儿，趁胭脂墨取身，后当问话。是。见过他是你二人可曾相识？是然是相识。叶子，你将血液时候呈送于他，从日将来。燕子姑娘，你我并非相逢，负冤负罪。我何曾拿过你的绣花叶？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于我啊！可哪个要你杀？燕子，你杀？哎呀，大燕子，公堂之上早已照顾，今日尽管反过不成？年兄需要惊吓于他。燕子，本府与你不知，不为冤朝人，你且从实将来，秀叶可是你亲手交给他的。燕子姑娘，我送他翻脸不行，将我
欢喜的乐队诉青天。大神呐，想那日他心意问我初相逢，一见钟情两相恋。他家长随亲为聘，也还相为在场前。歌唱对诉相思，说什么他说句皆凭依恋。路到他终为老身真君子，情换泪绵绵地。这就死了，你们先陪下。慢，叶子，你放在言道，各从相为，欲怎样将血液交付于他？都是各抢敌过，可曾当面恳请？未曾当面宽请。各从敌过，不曾当面恳请。我再问你，陈夜才于何时？你弟弟背上又才何时？都是在4月初1那天晚上。哎呀，大圣，4月初1那晚，原神前往姑母家拜寿，亲水饮酒，这孤山根。当晚是在姑母家中，亲本令你借口作证，方大圣西察冤枉啊！此一派胡言。童儿，速去我去神姑母家中查明此事，将我求生带下去。是。叶子，你与我求生相爱之事，尚与后生知晓？并不旁生知晓。你小小女子，无人穿针引线，岂能与生死位？难道你不想为你弟弟报仇不成？哎呀，大圣，此事至于领地，望春兰知道。王春兰，她是何等样神？是个年轻寡妇。寡妇，大圣，她可是个好心人呐。你且退下。张延兄，此案破绽百出，以本府之见，万当重审才是啊！他真是新官上层三把火，傲气凌晨似成能。下官听里断子案，成真不真皆分明。原人知府陈福宽，高官平安，铁子陈恩，劝大人莫听凶手片面词，与何必多为此？本府旨意已定，聂兄请便。告辞不送。他真是不负罪业，私作聪明。
查生，我秋生之事一查清楚。将来4月初一那晚，我秋生确实在姑母家拜寿，剧院奏鼓3更，亲朋邻里皆可作证。真假？亲朋邻里皆可作证。这就是了。我去世当年拜寿姑母家，西门关分身4位与杀神，其中七巧飞来了，银玉茂名定其神。也知道此事必与陈兰笑，定是他心里风景起何人？关童儿手的寡妇王春兰，满当朝与空把手紧童儿随我来。是。四冲杀了你老头，我藏在屋里狂风头，风声不起我不走，风声一起么我就来，谁料想衙门抓去我秋孙，袁坤判他是凶手，毛大爷要天生贵，不用急不用愁，今日里我再去看看个小阿婆，才有机会我变下手。毛大少爷，毛大少爷，毛大少爷，我欠侬200分钱，侬不该帮我头上银叉拔去，侬200分钱还侬，侬把银叉还我。老太婆啊，搿银叉嘛，被我失落在我明朝寻不侬还不侬啊？那，搿银叉是我娘家打了个假账，买都买不着个呀。哎呀，啥个了不起呀！我毛大少爷还会陪侬夫妻啊？那我还有要紧事体，先走了啊！先走了耶！那耶！还我银叉，还我银叉！卖胭脂花粉。乔装改扮出府门，
卖燕子。我怎么不认识你啊？是个咕噜卡桑吧？啊，真是。这咕噜卡桑讨厌得很，怎么这次骂燕子？得我想个法子吓他一下。喂，好大的胆子！尽管这次骂燕子，怎么这里卖不得吗？那侬我不晓得，no，在那门台底下有位胭脂姑娘，据此为此胭脂，还弄出一张人命官司。这里是是非之地，侬往我支援一下。此人团队团闹，莫非王春兰？做啥？请问真姓大名？毛大少呀？毛大？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实在多梦之间，才来向你讨谢。算了，醉吧。好。那我叫侬醉开，侬偏不醉开啊？那实话告诉你，这里是寡妇门口，没有人会骂侬个胭脂。既是寡妇门口，那你几次三番在这里团队团闹？莫非你看中这个寡妇不成？可乱无三七！我毛大少爷为了看中这个丑寡妇，您个老早已想好了。是哪一个？是个蓝秀才，寡妇个表兄，名叫苏杰。苏杰，侬还认得苏杰？不认识。这妇道人家名声要紧，你可不要乱讲啊！我骗侬做啥？那，我告诉你，这苏杰可不是什么种好东西哦，一个随便什么坏事体都做个出来。侬要是晓得，侬一给他一个相好，一定不会闹过侬个胡说八道。我这是在这里买卖胭脂，谁要给他的相好？苏乔伟，不要告诉我，我没有提醒侬啊！我没有提醒侬啊！切！那毛大地气广物，看法很深，看来不是王春兰亲近之身。毛大生，王春兰与他表兄素结私通，我一路而来，也正轻生。莫非？咦，那道来的莫非就是素结？长子到府中，父应于府中，好事十成黑不笼统。相公，这是上好的胭脂，可要买吗？胭脂，天人多少万恼！嘿，胭脂，令人红颜不老，真是天人万恼。相公还是买一盒吧。不要，相公，此乃名牌正货，并非冒名顶替。你这个人为何这样啰嗦？是不要就是不要，快嘴！好。好奇怪的虎狼！表妹开门！
回来了。修爷，什么？修爷呀，这不是燕子的血液吗？是哪里话来？那是修爷分明被我失落了，怎为在此？这明明是燕子的血液，你问不信？你看这血液上的花样，还是我血给他的。姑说不成我之所料。没雷雨，鸡蛋里面挑骨头。辽政志愿张宏传见知府大臣，罢了。本府今日重申燕子一案，你切受一棒，听仔细了。是，传速见，速见上堂。传见知府大臣，下回可是所见？真是不知大圣父皇为了何事？快把燕子一案从实招上呀！大圣问的是燕子一案，大圣，那辽政志愿才是糊涂。那我就说，却是冤枉的呀！所见，你既为我取生命愿，本府却问你几句。大圣请问，私有出言，哪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这一时想不起来了。你且仔细地想上一想，这个可曾到过燕子家中啊？他怎么会知道的？可曾冒名我屈身取来修爷一张？哎呀，妻子，看他辽子之人，想必是个清官。我若实出真情，他定能风清月华。大人是也出意难忘月生，却真毛。哎呀呀呀呀呀！这怎么说得出去呀？讲啊！月生却真冒名我秋孙拿来修爷一张，不过这就是了。既算至此，你玩啥的什么花招？万提是我去证明什么人？快将杀人英雄之事从实奏上！怎么弄来弄去弄到我的腿上来了？哎呀，大人！月生一向奉公，虽法绝不杀人之事，望大人详查。哼，好一个受到世俗奉公守法的秀才！你的所作所为，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你本是院门中派来参战。
岂但怪人？你几多世俗，因何夜半三更私闯鬼门，冒名顶替去调戏言子啊？啥啥羞也失落，我问你与我凭证。有理压得开山刀，你为我吞吞吐吐不作声，奸情却说难丢来。恨是恨，千锤百刃变不清。大人，你莫要一句要听不讲理，须知道吹夫妇才恶人，原子王自负堂上原名听，不料你还把不门，很须明堂。你尽算不离苦分别万尽管他当地走发狂心，鸟不莫大难招生，左右各去接生充当死神。一色、二色、三色、四色。不算是无法无天一往生。所见你招是不招？多谢大人，死日大办，若生我好友一笔。比什么？速见刀攻他，把不落乱岗，欲可难分辨冤枉。我笑你狂妄腐烂，本是狱中派来。我笑你自命青天，恰是无毒昏官。本府难道当初不成？学生因我无辜而已。趁你戒掉本府我了事之责。等你多大，学生无才难造本府爱你问你，你无言可辩。本府依法当你，你尽管顶朝。与王成兰私通是你，冒名顶替是你，骗取修也是你，杀人英雄当然是你。本府亲生二佛，亲儿咋不咋的，是生得你不怕你不早来呀！哟，他因此去。
将少杰当时死了，方才我求生，退堂。张爷兄，张爷兄，背着谁？背着谁？此儿一名，与我高见。背着紫菜，背着紫菜。爷兄，你呀！一场不想家文正，朝见神明才飞情，已经那一领官上冒险到，但因那坤光亮影断心，真凶逍遥不发为，无人却怨难明。睁开手刀趁无梦，往日朝廷弃平恩，须怪我不念走进王法不死，难寻心。万法大人多多保安，多多保安。休得多言，委员提传去吧。
半路很冤。冤枉！本府身为岳飞，不理明知，有何冤枉嘛？请到别此衙门去告。哎呀，大圣，有生并无冤枉，乃是我东厂好友写了状子，将我转正约得老他生。哦，转呈于老夫的陈茶。呀，真是一张奇案！想那无乱的，乃是老夫得意门生，此案是他所生，此场又为他的过生。老夫倒要封赏一人。你叫何名字？有生我秋生，我秋生。这道奇妙，他因我发为所记体察，其中天有缘故。我秋生随老夫前往东厂，多谢老他生。你领教会，请上去药生一半。年轻力从了，本是请上从。曾是世子，年轻像老夫当初不顾身退之余，年轻后40万中挂起鞭来了。恩师当着教诲，要生升官进府，每日在此翻工事情，作为所有之命。年轻多礼了，恩师请。奏上恩师，地区因此有恩卷宗，想必宽顾了。宽顾了，不知恩师如何高见？这姑嘛，年轻以老夫看来，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要申请此案，确实不容易呀。哦，恩师夸奖，恩师夸奖了。年轻，老夫有几点劝点，一起卷上，请延期死去还来。是。想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此案不明，尚于3年。所见初次冒名，请追于这桃园之路，横刺剑矛，以我部队偏山之门，此意一也。所见功臣血液刀剑失落，因此不落在第3阵之罪，此意而也。所见到英雄将与我取胜，因我与先烈名状为我取胜命运，先此战役，共演起穿墙。我知道，为言报将，
听过伤，不料想当对交来随意飘。莫非此案判错了？嘿，事情未错难分毫，恩是譬喻谁理解？这善意何在不道？恩是大叔姐做着心绪错对门，何况愿风雨高，修业失落不平真，真心狂徒杀瓜枣，别名局长来交际，金算他枪已在逃，恩是因我翻起。全言情是长须擦去好，并非为私来阻拦，须知道有关生死命一条，自古生生有命许，不雅之生死之命偏之动名之。全言情，非将此案须推降。以恩师之见，还当怎样推敲？以老夫愚见，再将此案仔细查考，实有破绽，偏堂重审。这个若生不管聪明，此案上报安岳衙门专责业务，批文即刻免下，岂可轻率重视，再犯此案？谜底有伤，真是轻率从事。亦若生困来，尚不作为你呀！门生出言太师专，更应为私心安。只怪他年少气盛，阅历浅，我望他谆谆有道，和你谈年轻。卷上的皮子且不谈，我与你同往兵家西堂。恩师，始终安法至今，早已多犯大困，尚再多此一举，只怕徒劳往返，杀生消谈。怎么？为是陪你前往一走，连真的情面都没有了吗？哦，既然恩师天要前往，若生
奉呗。你差矣，非是你来陪我，乃是我来陪你。此次恩师请。这是比赛的王晶。拿着它不断寻我的他场，晓得我脸色苍白也不香。幸亏恩师不服快，师傅的万事生得妥当。他那糊涂是啊糊涂，年兄请啊，因我心生。兄死之轻便，何必多言？恩师，燕子就只在这儿哟。老恩师，要做太保来他看，这真是捕风捉影，空是忙。他年迈糊涂，我不怪，我万事相劝恩师快收场啊！恩师，凶手就是从这里跳墙而进，跳墙而出。恩师，据我所见，就请为夫去吧。请安，也请你来看。自愿心小分内外，前有门公司开，前院墙老后将地。年轻不曾
今世当也有从犯，却为不罪才能，不罪错误，不犯二月立家，反对前缘刚强，不得言辞贵宝，恰到别散放弃。这是为何？高人，恩师高人，学生早已料到那杀人凶手并非石坚。你大人，我看你也是一时失策了吧？难道是让我求生不成？顶多嘛，我错，你也错，大家不计不了。你这杀疯之中，无法放过。原来是一枚宁差。宁差，言其此宁差恐有事也。恩师，杀人在真，乃是修也。这宁差与何作为宜？言其修也虽是在真，但是宁差落在凶手跳墙之处，难道不该追查？是啊，我看这宁差定是凶手落下的，便是凶手落下的，也定是受劫之本。言其何是此误团？是啊，年兄，你也太误团了，心肯此望，与何为之？为之物，必须此从，切不可以其用事自先教。宁差是非罪证，难道不该追查？你以为强者力，恰是为何？是啊，此案破绽不成，杀众生，岂不是草菅人命？恩师，若深深爱无情判，公正举荐真天爱，举报将为到阴部，杀犯案，丧失将财，谁承担？为官在奸民道远欲当算，欲还重生苦中权，杀死丧死后将在，死于丧，其民丧分同承担。年兄莫要太师转，须知他怎样成名不能当儿媳还你岂是无言？老是顾着季节将我难，那张红冷言冷语把是非断，乱得岁月宽洪亮，也难免负名落空。重新观恩师，学生虽在月里前，今生奇案数不完，父老送来万民山，不为亲天下传。亲身官方得财政，应察去奥听此案，非必落落混用被辛苦此王为官，恩师灭满青丝中，须怪有三恩。
我心愿怎么样？砸下无沙不做官，愿不愿做个清官，有利自己。你藏那
去。忐忑不已，相思爱啊，本是梦，得一字句。曾为此博得了情真万岁，爱里对贫富与差错分，老恩是恰自成一粒粒针。
老贼给我送来一副披风一件。一部披风。燕子一案失踪不案，燕子发疯回家，王春兰监禁3天，宋氏作家将他绑赴营上刺中。自负乱对以自应断杀宽家将，左人神拿天儿神前。写得清，乱对判对无错，误为百姓送黎明。令我狂不问一乡安事体，岂有反复都是臣。关公儿所提血脉到他堂。
是文言，身在须，但愿我用手持之情云，明言道是独自上多风险。凡事常须慎思应。此言我深深应非夫生死受之挂后问此题成一点空与散，那宁查此经上的查分明，倘若此爱故与错，我怎能为其从事披在应？我尚是太凡愿吞于众生，难言世上小马生。因我批文非儿戏，策反才情。清醒同在，怕只怕神对我的终身难受出之臣。到那时，公正严明全世家，生死受之，色偏神。
从儿，传书记王成啊，老爷，传是传书记王成来。看见大人，书记，你放在路过门外，因何口出狂言？死者一定将将欲语，何妨？我却问你，杀生英雄之事，你从何而进，从何而出？自算是后门而进，后门而出。你怕无言？那在公堂之上，你不问不清楚。今日半夜三更，怎么心血来潮一问，记这个来了？讲，自算是后门而进，后门而出。他大人休要跑跳日来，你想想，燕子家中，我正去过清清楚楚，入门入路，你咋要进，我咋要进去英雄？难道不在后院在门哀将，方去天那将要高强不争？自此看来，大人真是无度，真是好笑啊，好笑！下去。恨王多言语，疾风来唱当。不与官府落沙。天色光来，下雨淋。原是只言不长，爱分好。莫非是所见过非杀人难，我难道强人无心查考？王成兰，你与何缘分？大人，那只徐爷当夜便已失落，令为所见徐爷一夜，二人不曾离开。那夜杀人之事，实非所见所为，望大人明察。王成兰，我却问你，你与几公见父？哎呀，大人，令为所见乃是青梅竹马，实在别无他人。我岂不信？他人不信，可到街坊查问，谁中有人三番两次调戏民妇，民妇也从未言语。是何人三番两次调戏于你？是毛他。毛大，我再问你，是有初一那天晚上，毛大可曾到过你家？哎呀，大人，民妇想起来了，是以初一那天晚上，毛大是曾来过。他来做甚？带着一枚银茶前来调戏，被民妇对付门外，毛大冲着菜锅边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这样的一枚银茶？记得，是一枚向前爬牛的凤头银茶。向前把你的凤头银茶。哎呀，不错，你且看来可是这样的一枚。哎呀，大人，真是这样一枚。那天晚上，所见何事为作？毛大出门不惧，所见就来敲门。我知道修业庭安是天灾，有才子银茶酒。
闻报应国。乱得滚蛋重生，拼将无上，再从红生。童儿，年末死。冒堂上堂。这心当队长，想到到不了了。哦，看见大人，冒堂，快将这事变身之事从实招上。他是冤枉。你看这是什么？修爷，血液之中还有什么？宁差，此宁差是你英雄之子，落在边家强下之物，张真却说走是不走。此宁差不是小人，小人不明。待审真。拜见大人，上见作证。冒他，你那子宁才添了一条细莫还魂。这是你从我脸上把起的，今晚要拿这给天子听一遍。事到如今，还不快走！无招无证，叫我招什么？铁证是山，冒他家中虽是凶盗也罢，血义也切。想拉不掉呢。大圣，晓得元璋，元璋。王公，将茂大当日死牢，方趁胭脂所见王承安退堂。有大人到，踏开中门，成吉。见燕青，长回国庆，才不能前。自出门。情
难当，南台城隍都汗颜，煞非恩师金玉环，他错自称，才非神明关天不显，查子三家好利剑，为官者举鞭落马，千金中就黎明，我心无杀与威严，谈教得九剑无缘。